国民党团的总调鲍坤奇提出花莲台东交通建设特别条例草案，引起争议。交通部长李明彦表示，这建设的经费超过2兆5000亿，就要斟酌来评估。若准宽屏、道路主上权、甲可行性拢通过评估，交通部都会来支持。 花东交通建设特别条例草案简称花东3法，包括国道6号东行、环岛高速铁路、花东快速公路草案，超过2兆5000万的经费引起争议。交通部长李明彦上节目时阵讲，交通经费庞大，要进行评估。就说应该是评估先行了，因为重大建设都有这些的程序。那如果纯粹用特别条例要省掉这些评估的程序，我是觉得并不妥。李明彦强调，目前苏花安花东块环岛高速铁路的效益评估、道路咨询同意权、环评拢也未通过。交通建设应该交通部先评估，加上立法院审议，临时立法院便特别预算来执行。特别条例并不能排除，这些计划还要经过环评的审查。也就是说，万一特别条例过了。 规定政府要执行，结果环评是否决的。另外，为了要服务控诉控山大地东花莲的民众，行政院甲花莲建材重建办公室设置咧行政院东部办公室，共一个通口处理违诺加多金的案件，甲管府的案件分开。例如说，因为有一些已经拆除了，那花莲县政府也协助把它划为训行都更地区。那也就是接下来的部分，可能就是让受灾户的部分，我们来协助他们。我们有围绕重建，有都更的辅导团。根据行政院东部办公室的资料，伫即马花莲地区，因为地东比例这黄单的建筑物有89间，红单的90间，听除的危险建筑物17间，租金也有各项修理补贴，会让市管府违诺重建加多间的案件是由重建办公室处理。记者综合报道。